去藏族人屋企度家訪。來吧，叔叔阿姨來。你跟貴銀就貴，呢個係定落地嘅。你銀係跟住交嘅。我阿媽她連續每周泡2次，泡了1年的這個溫泉，把她的腰椎間盤突出。西藏東門。之後要長長，佢嘅壓縮都好短。哇！大超市啊！哇，好多信徒啊！所有人到這兒來，所有人先到這裡來。围绕它转一圈，然後那裡有大招式的。你会发现有的是素桶，有的是银子，有的是金子，家庭条件。冇牛咩話叫咩話？蠻牛，清透茶，缓解了三反应的真正的。烤魚啊！在银行里去做我们姗姗来迟烤全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也代表我们热情好客的老板。So
走廊啊！布達拉宮啊！桑椰子啊，去到桑椰子啊，呢度。去坐電瓶車去雍布拉康啊！唉，啲名好鬼難記嘅。雍布拉康啊，師傅都話西藏第一座宮殿。西藏第一座宮殿啊！就是哦，唉，好在有導遊喺度。哇！嚟啦嚟啦！坐電瓶車終於上到嚟啦，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座宮殿。哇！遼闊嘅草原啊！雍布拉康向下遠觀。雍布拉康向下遠觀。停。
去食龍鼓火鍋睇表演啊！一日一鍋。個人火鍋啊，食完火鍋就睇表演。搭咗2個鐘頭車，而家準備進入羊卓雍錯，好鬼難讀㗎呢度啲名。係啊，羊卓雍錯。西藏。
最高海拔5700嘅羊卓雍措，做好晒準備，搞掂晒氧氣。呢次挑戰至高境界，氧氣呢？而家係喺呢度。係啦，出擊。羊卓雍措啊！呢度最高海拔就呢度啦，5700。哇，好靚啊個湖！哇！呢個真正嘅天空之鏡，屯門嗰個行埋一邊啊！哇哇哇哇哇！聖湖啊！呢個係西藏佢哋嘅聖湖。需要拍照吗？两位？阻圍住我哋影啊！交間啊，交間！讓我各位。
哇，好難走啊！呢條路，挑戰體能極限而家。行咗第2層已經氣喘啦。还有你没有对操作，还有这4天网，包括内部所有的饲料都有去做。那有的就从上面扔它，这个。呢個廣場係達賴喇嘛睇表演嘅地方。嗱，呢個就係個雙座，終於還咗心願啦啊！布達拉宮都去埋啦。啲喇嘛個個肥屍大隻，冇個瘦嘅嚇。因為佢哋幾鬼富有，哇！嗱，你睇下，哇！周身金器啊，啲喇嘛，少咧，正宗川菜啊，今餐食。無言的結局。照顧好老人與小孩。